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前锋观察》。中国政法界良心江平去世，一个特殊的时代落幕了。网络惊现民众纪念孙志刚事件20周年的视频发生了什么？中国的年轻人居然开始流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——大学隐居。首先呢，请新老观众朋友们帮一个忙，由于我之前的 YouTube 频道被限制广告和限制流量，我开了一个新频道，请大家点击评论中的链接关注，谢谢。北京时间的12月19日中午12点28分，中国著名法学家、教育家和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教授因病去世，享年94岁。消息传出，引发舆论缅怀。江平最著名的事迹是在1989年学生运动当中，他坚定地支持学生们的合法抗争。在中共6月4日天安门屠杀之后，他因此被免职。但即使事后面临着全国清算的白色恐怖，他也是少数坚持立场不变的中国大学校长之一。对于被捕的学生，他也关心备至。1986年春夏之际，我还在上初中，对于中共的恐怖统治呢，还完全没有概念。但是后来我听到当时的一个故事：南方水灾，很多人被困在水中，军人前来救灾。被救者必须先回答如何对待中共处置6·4学生动乱，回答不正确的就不救援，不管死活。那由此可以想见，当时的全国各机关学校又是怎样的一片肃杀之气。实际上，那时江平才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1年半，但从此被政法大学的师生们尊称为永远的校长。此后，因他持续露面呼唤中国法治，而被更多知识界精英视为中国法学界良心。在当前的大环境下，中国多家媒体依然大胆回顾了江平的一生，特别提到了他的人生准则：说真话。对我来说，我所奉行的人生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说真话。你说的只要是真话，最终会得到老百姓的同情和支持。只向真理低头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。这是2013年第一财经的意见领袖对他进行专访时候他说的。江平的理想是法治天下，我心目中的中国梦，当然就是中国的法治的完善，是法治的健全，法治天下。他解释道，法治状态下就是确实法律是至高无上的，而且呢严格依照法律来履行。而且还有一个呢，法治天下很重要的是，法治的概念不能被淹没。我想，法治的理念就是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人权。我想，有些问题应该是法治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。我们只有真正的依法来办事，而不是人治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把人治变成法治，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江平原名江伟莲，祖籍浙江宁波，1930年12月28日出生于辽宁大连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全家人到了上海，后来又辗转到了北京。1948年国共内战时期，他考入了当时的燕京大学。这所学校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而闻名。他报考了新闻系，当时的梦想是当一名记者。中共夺得大陆政权之后，1951年，江平被公派前往苏联学习法律。还担任莫斯科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。他和当时在学校担任团委的戈尔巴乔夫的同学也一起共事。1956年毕业后，江平被分配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。在这里，他憧憬着今后的美好生活。但是没有人能想到，仅仅1年之后，这个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就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。江平回首往事时写道，有人问我，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？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，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是花右派的经历。1960年秋，我在北京门头沟大台煤矿劳动改造的时候，被火车压断了一条腿。当火车压断小腿的时候，那个血淋淋的极限伤痛终究是一时的，而花右派后撕心裂肺的那种极限的精神伤痛，却是前后折磨了我22年。实际上，当时这个年轻的专家正满怀期待为中国做出贡献。1957年春天，中共开展整风运动，一再号召知识分子呢给共产党提意见。江平说：“
我1951年出国，对国内的政治气候很陌生。开始嘛，领导鼓励帮党争锋，提意见，可是我发现大家都不太说话。这时有人就鼓励我说：“你们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年轻专家应该带头啊。”江平当了真，他找了19位青年教师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，提出5点意见。然而这些年轻人哪里知道中共的真实面目？不久后，中共党魁毛泽东授意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社论，这是为什么？开始呢，向那些向党提意见的人发起了反攻，数百万人一下子被中共引蛇出洞，打入了另册。随后，江平接连承受了3重打击：结婚不满1个月的妻子和他离婚，他被发送北京西山进行劳动改造，在那里，他被一辆风驰电掣的火车带倒，拖出几十米远，一条腿被碾碎。就这样，江平最美好的时光在长达22年的右派生涯中度过。期间，他被逼在农村劳动，被隔离审查、批斗，受到各种折磨，一直到1978年，他才恢复了自由身，回到当时刚刚恢复但还没有招生的北京政法学院。多年后，江平感慨，这是制度使然，而不是个人的悲剧。因为像我这样命运的人恐怕是几十万，我们应该从国家的制度上去反思。回到教学岗位上的江平敢于突破禁区，在1982年前后率先开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2门课，把民法的理念引入了国内。因为他认为罗马法蕴含的人文精神、人道精神、人权精神是值得大力提倡的，也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。1983年，北京政法学院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，江平被提拔为副校长。他切身感受到中国法律人才的短缺问题，便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培养学生上面。随着在法学界声名鹊起，江平参与到一些重要的法律起草当中，包括民法通则、公司法、行政诉讼法以及物权法等等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他引以为傲的并不是民商类的法律，而是行政诉讼法。1990年4月，行政诉讼法在7届全国人大20次会议上通过，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一项重要法律。可以说，江平领导开启了民告官的时代。那1989年，中共免去了校长职务。那一年底，江平60岁生日。学校的毕业生们怀着敬意为他举办生日晚会，大家一致要求姜老师表演一个节目。他装着假肢的一条腿不太灵便，却步履坚定地走上前，唱了一首美国工会运动的英文歌曲《我们绝不动摇》。江平很豁达，自嘲是短命校长。但是呢，此后他并没有明哲保身或者保持沉默，相反的，他依然笔耕不辍，奔走演讲，不遗余力地为保障私权呐喊，并积极地和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开展对话。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和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多次对话。他还出版过2本文集，一本叫《我所能做的是呐喊》，另一本叫《私权的呐喊》。2本书呢都以呐喊为名，一出版就引起轰动。他的呐喊更多的是希望法治精神、法治理念在中国能够得到普及，法治天下的梦想得以实现。90年沉浮人生，他敢于呐喊，勇于承担的人格魅力，也鼓舞着中国知识人群体。很多中国的自由派法学家、人权律师以及一些社会活动人士都深受江平影响。斯人已去，我们感叹他的一生多磨难，也感叹他为中国法治的艰辛付出，帮助中国人在有限的空间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权利和自由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在中国大陆70年来，法治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。因为从本质来看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必然坚持党领导一切，必然是党高于法、党大于法的。只要呢中共存在一天，中国就不可能实现法治。比如中共现在把民主、法治、自由、文明写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但这些名词任何人只要敢单独举着上街，就会遭到抓捕，失去自由。
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被中共强制失踪5年多，至今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那今年中共呢用国安开始解决经济问题，更是让世界哗然，外资纷纷撤离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，一方面向这个法学界的良心致敬，他的去世也是中国知识界法治天下梦想的叙事。但是呢，另一方面，我也希望能够呢传达老先生对中国走向法治民主的乐观精神。没有共产党，才有新中国。让我们呢一起努力，期待真正的法治中国、法治天下的到来。我们呢再来谈谈2个关于大学生的话题。近日呢，有人公开祭奠大学生孙志刚的视频，引发了外界关注，这让我很惊讶，也很感慨。那关于孙志刚呢，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他是谁。我的老朋友江峰兄呢，曾经是做过一期节目，叫《一条命与一条恶法》，讲述的就是孙志刚的故事。朋友们呢，可以去看看。2003年的3月20日，年轻的大学生孙志刚被广州一家服装公司雇佣。由于刚刚到广州不到1个月，他还没有办理暂住证。3月17日晚上，他走在路上，被警察拦截送往派出所。在那里，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朋友，要求对方把他的身份证送来。但是呢，当朋友把保释金和身份证送到后，他仍然被警察无理拒绝保释。之后，孙志刚被送往收容站，警察居然在表格上写他是3无人员。3天后，他离奇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。官方最早给出的说法是孙志刚正常死亡，但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他是被毒打致死。其后，官方不得不进行调查，最后抓了10多名涉案人员，其中6名有关官员，因而呢被控渎职罪，判入监1到3年。2003年的4月25日，事件首先被南方都市报披露，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影响，也引发了对中共收容制度的大讨论。当年5月，8名学者上书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，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，但如泥牛入海，毫无消息。中共全国人大也拒不回应是否受理。1个月后，中共国务院羞答答地公布了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，自2003年8月1日起执行，造成孙志刚被抓的恶法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》同时废止。孙志刚后来被葬于老家，距离他曾就读的小学不足100米，墓地由他的父亲孙禄松亲手设计。2003年6月开始修建，当年12月14日完工。墓地前面是一座小桥，后面是一座小亭子，再后面是2个花坛，花坛后是墓园。在那里种着孙志刚最爱的2棵桂花树，孙禄松特意从老宅门前移来陪伴儿子。孙志刚墓志铭上写了他的生平，最后写着：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，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。我为什么感慨呢？因为当年这样的案件呢，还能引起中南海震动，还能改变中国的立法，而不到20年后，更恶劣的多个大案曝光，铁链女案、胡鑫宇案，国内外震动，从地方到省里，再到中共公安部、警方和官方持续造假被揭露。虽然呢，也惊动了中南海中共最高层，但是这次中共网信办、中央政法委、中共央视却是联手出来造假、捂嘴和掩盖事实真相。当然，我不是说呢，中共以前挺好，现在变坏了。我是想说，中共过去还多多少少呢有一些在乎民意，还时不时在一些这个重大案件中装出呢亲民爱民的假象来。但是现在，哪怕呢已经无人相信他们，中共当局也根本不在乎。时至今日，中共更加疯狂，对于年轻人的就业前途也日益不在乎，甚至停止了发布青年失业率。所以呢，在上班和上进之间，年轻人选择了上香；在求人和求己之间，年轻人选择了求佛。还有很多人呢，选择了躺平、当全职儿女等等。最近，这种躺平呢，出现了一个新高度，出现了新的方式——大学隐居。
12月12日，一个网友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他说，他之前大学毕业，工作了3年，因为不满意，决定换一种生活方式。于是呢，又参加了高考，报了昆明一所大学，目前在大学隐居躺平中。他还列举了大学隐居的优势：花费少、灵活、时间自由，还贴出了大学的入学的住宿单、学费电子收据截屏，以及呢学校学籍的信息截图。这个消息引发了热议。对此呢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评论，只能说呢有才。不过呢，对于即将到来的中国大学生毕业季，又将产生1000万毕业生，他们将去哪里呢？他们的家庭情况是否有足够力量支撑他们在家躺平，或者到哪里隐居呢？这是我真正担心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，请喜欢我节目的朋友在评论区订阅我的新频道，谢谢，我们下次节目见。